这位医师是安怎会去挖到病毒呢？讲伊近期内有协助到新冠病毒重症的患者来插管，真有可能因为安尼去挖到。专科的医师讲，伫这个插管的过程当中，病人含病毒的喙烂水可能会喷出来。医师就算是全副武装，防护力大约嘛是90%左右。因为这个喙暗有空芳，伫咧清甲烫的过程中，无小心去割掉，拢有可能。也毋过，这个医师平常时就是咧负责照顾重症的患者，所以这个确实的感染源，爱阁继续调查。The laryngoscope through your mouth and down into your throat. 将管插入病患的喙内，进入气管，再将内管放入去，这是治疗新冠重症患者的插管治疗。因过过程中，确有引起患者反射性的咳嗽，冇可能造成喙烂乌白喷。一个暗号838这个查甫医师，可能是因为安尼去围到的。其实呢，插管是最危险的那个人，但是呢，站在旁边的人一样都暴露在这个密闭的环境中，有一样的风险呐。他会从喉咙咳出飞沫来，甚至呢，他呼吸出来的气溶胶也有可能带有病毒。医师讲，就算有防护衣甲 N95保护力嘛，敢若90%尔。喙暗的芳，也是有去摸到有病毒病症，拢毋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毕竟2004年SARS期间，台一个医生，就是因为替台上的太太插管去挖到的。不过，这个暗号838捌协助重症病患插管，其实当时是徛伫边啊，是另外一位麻醉科医师动手的。他在手术房里面有最多的这个重症经验，加上平常呼吸道的处理，就是这个麻醉科的专长。所以呢，就是要缩短插管的时间。这位医师除了协助插管，有过摆出入重症的病房照顾新冠患者，倒一部分之所以去挖到的，这位中心目前也未确定，只能赶紧找出感染源。